哎呀，不是这回事儿，姐，你不没事儿。哎呦，咱俩不是没事儿的啊！别哭，别这么说，大姐，你这，你别气跟我。你起来，你去劝劝。我劝什么呀？他俩没事儿。怎么没事儿？你看你姐都哭成那样了，你爸都那样了。他俩演戏给咱俩看，你没看出来啊？怎么演戏呢？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你姐呢？哎呀，老婆，你是太善良了，太嫩了你。你没看我姐一直跟那儿干打雷不下雨啊？我爸那是多过呀，那演的。上回洗澡那事，我爸不还是这么演的吗？啊，又演戏。那他们什么意思呀？你说什么意思？那肯定是租房子的事呗。那这房子还租不租了？我哪知道呀？你哪知道？你怎么能不知道？你是一家之主啊！哟，这会儿我成一家之主了。咱俩的事儿什么时候我说的算？我一直都是听你的呀。这事儿还是你来决定吧。这事儿听你的。你来吧，咱俩就别推死了。你说怎么办？你说。我说。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成熟，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，咱俩再出手，一把就成。可这时机什么时候才能成熟啊？当太阳打南边出来的时候。干什么？给人小美，你有啊？你好啊，沈姐，我哎，刘主任，李旭晨，哎，成市场了。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成天上我们这干嘛来了？我这不是科室跟科室正常的交流吗？交流。哎，刘主任，超级抗氧化的护肤品送您的。你别忽悠我。我告诉你，李旭晨，作为一个医生，要有医德，要有责任心，要像个医生的样子。那必须的。你说你像个医生的样子吗？啊？成天这忽忽悠悠的、神神叨叨的，上我们科室干嘛来了啊？上我们科室泡妞来了？哎呀，刘主任，你这么说的，以后我都不敢往这站了。不站才好呢。在这方面，你要像金大夫啊，金大夫也不怎么样，你呀还是向我学习学习吧。啊，是。我们这儿可是个人命关天的工作，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不能有。一旦出了问题，你我他大家全都得玩完，知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。知道就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马上给我消失。查房去。越快越好。是。王明大夫。姐，哎，回来了。啊。姐，爸呢？买菜去了。啊，我们俩回屋了啊。哎，有件事跟你说，快来，你们俩过来。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是，你二梅姐要来了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你这？你让他来的？怎么我让他来的？人家自己要求来的。谁让你们结婚的时候不请人家的？人家说了，来看看新媳妇儿，然后再带着闹闹逛逛北京城。挺好，挺好。挺好吧？嗯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啊，好。哎，到时候你别忘了去接人家。啊，那哪能忘？怎么了你？老没精打采的。跟金亮吵架了？我才懒得跟他吵呢，我就是觉得困了。得了吧你，就是有心事儿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
就是他老家又来人了，又谁来啊？他二梅姐，还带一孩子。他到底有多少姐姐呀？那住哪儿啊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呢，犯愁。这样，待会儿回办公室啊，我就给你找家便宜酒店订上。哎，不用，酒店我自己也能订。主要是我那老公公啊，他那思想特别保守，这老家来人就得住家里面，要是我让他们住酒店，他肯定不高兴。那你怎么办啊？实在不行，我就拉着金亮回我妈家住呗。聪明啊，这样既给他们家人腾了地儿，你也轻松自在。是哈，正好我也想我妈了。谁呀？哎，是我呀，老吴。吴老师，您什么事儿？我有点不舒服了，我的胸口有点痛的，而且头也痛，好像发烧了。啊，您发烧了？哟，你看，您怎么？好烫啊！哎呦，行，我就别摸了。那您，哎呦，您快进屋坐吧。好的。先进屋坐下。啊，我们家倒是有体温表，也有退烧药。我呢，先给您拿体温表去试试。哎，别拿了。啊？哎呀，不烫了。真的，你这温度怎么比我楼上的要低一些的？不是吴老师，您要干嘛呀？您这不是骚扰我吗？啊，我没有骚扰你啊，我确实刚才确实头痛的，而且，哎，你看看，到现在还有余热呢。哎呦，不是，您到底要干什么呀？这是？我想跟你坐一下，聊一会儿天。我跟您有什么可聊的呀？您说。好，不多聊，3分钟可以吗？凭什么呀？您想跟我聊3分钟，我就得跟您聊3分钟。我在您那儿拿工资是怎么着啊？1分钟。成就1分钟啊！多1秒您都不许说，说完这1分钟您麻利走人。我说预备开始，预备开始。2分钟可以吗？呀，爸！哎，小心！啊，没事。您这干嘛呀？你看看，啊，脏的。今天晚上下班，你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就早点回家。咱爷俩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，都搬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有好好的打扫一次。这北京的风沙又大，你呢？回来帮忙吧，有地方太高，你爸够不着。您想大扫除啊，请个钟点工就行了，又快又省事儿的。要不然我帮你打个电话预约一下。你这孩子，你就一干活就要请钟点工。我要是愿意请，我就不跟你说了。你请钟点工花钱不说，你说他不是自己家里人，他干活能那么仔细吗？拿个抹布就这样，他就是糊弄你，你知道吗？行，你要是不愿意干，嫌活累呢，爸就自己干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，我下班就回来帮你打扫啊。您小心一点啊，我上班去了。好。哎呀，什么活都不想干，你这不是大小姐吗？来，帮我收一下。哎，哟，我接个电话，一会儿过去啊。哎，老婆。哎，老公。那个下班别来接我了。怎么了？又想偷拍谁去啊？不回家吃饭了？嗨，你爸说啊要大扫除，让我提前2小时回家。我跟他说吧，请2个钟点工挺好的，他不是不乐意吗？我又怕他不高兴，我就先回去吧。哎，你不是说你早上出来的时候身体不太舒服吗？现在好点没有？别回家干活了，干什么活啊？我跟我爸说，就雇个钟点工就完了呗。啊，你别干活了，回去。别去了，
你跟他说，到时候他该觉得我在你这儿告状了，别惹这麻烦了。我先回去啊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回去你少干点，等着我回去再干，像擦窗户什么的你。喂，哎，嘿，别老偷听我打电话呀。哟，看不出来啊，模范丈夫，国民女婿啊，在家啥活都干吧？我在家从来都不干活，就这么一回。要不是我媳妇身体不舒服，你老哼是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这是刚结婚，10年之后指不定谁伺候谁呢，傻吧你就。我去你们家干活吧。我们家不管饭，我自带。活太多了，不怕累。刘主任在哪儿呢？啊，就是我活其实都干完了，然后爸。啊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啊，要怎么打扫啊？你先换身衣服，咱们就东西南北中干活在客厅吧。行，我去换衣服。好。你说就这么点活，还雇个人，你说自己看多好，是不是？又锻炼身体，这是又有乐。哼，我听那隔壁老苏说，这小时工1个小时12块钱呢，那得多少钱呢？啊！再者说了，说你年纪轻轻的雇个人来给你干活，你躺在沙发上嗑着瓜子看着电视，你好意思吗？是不是？爸，这个小时工是个职业，你骗进他们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给他们机会，那是实现他们的价值。我有我的事情要做，他们有他们的事情要做，只不过分工不同。要都像您这么说的话，他们不得失业呀。不是小米，你别说，我这还是第一次发现你这小嘴儿，你这还挺能说的，你这还。给他个创业机会，让他实现人生价值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就是奴役人，你知道吗？您这么说就不对了。爸，您的姓是什么呀？爱新觉罗。那爱新觉罗是什么姓啊？那是皇族的姓儿，对吧？那是。那过去的皇上和王爷得有多少人伺候他们呀？是不是？要是现在您还住在大宅院的话，那得多少仆人伺候您呀？爸，小米，哎呦，你们忙着呢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你呢就是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思想。对，我要是资产阶级啊，那您就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，这比资产阶级还落后呢。不是这说什么呢？怎么谈到阶级了都吧？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。小子，你听见你媳妇说我啥没有？听见了啊！你听见了吗？我听见了，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封建，啊，说我没落。他不是那个意思。腐朽，不是我腐朽。没有，人家不没。我没落。我腐朽，我还永垂不朽呢吗？腐朽。哎呀！我不给爸爸，你这怎么永垂不朽的出来了？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幽默了，真的吧？接的真好，很成功，很成功。不，你说这意思是儿媳妇教训老公公，这叫幽默呗？哎呀，儿子，你太有才了！你看人家没教，人家跟你开玩笑呢嘛，这不？你看你现在这造型，真像那地道战里面的英雄。这儿媳妇儿刚游完我，这儿子又过来磨我，啊！开玩笑，不是没事。这儿媳妇有这么跟老公公开玩笑的吗？啊？
有没有老？有没有少了还？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小子，这些年我是天天盼望着你长大，盼着你成家立业，事业有成。是，你说到头来，爸盼来了什么？啊，在这个家里头，我多干点儿，多吃点苦，受点累，爸没有怨言，爸心里高兴。是不是？是。但是我不能过着憋屈的日子，我不能过着每天叫儿媳妇教训的日子。我说人家没教训你爸，真的，你别憋屈啊！给我买火车票，我要回东北老家。下铺，软卧，动车也行，1等座。你别走，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，爸？你为难？我哪儿做的不好？你告诉我。不，您哪儿都没做错，爸，真的，您从来就没错过，您做的特别好，真的。今天这个事儿绝对是小米的问题，说话没有分寸，我批评他，我严肃批评他。你别生气，我特怕您生气，爸。你拉倒吧，别忽悠我。你哪次都说批评他，可是哪次你真的批评他了啊？不，我知道，他在你心里头就是心肝宝贝儿。哎，说不得，碰不得。你向着他，爸心里头没有意见，可是你这心里头也总应该有爸爸啊！这老话不说了吗？百善孝为先，尽孝要尽早啊！爸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心里怎么能没有您呢？你说我是那种不懂事、不孝顺的孩子吗，爸？我是那种一天到晚不干正事儿就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吗？我不是，您还不了解我吗，爸？您的心情一直我天天都放在心上，真的，我特怕您生气。我心里有您，真的，我特别有。反正我来到北京以后，就没过一天舒心的日子。不是，这小米吧，小米他这人吧，我跟你说，他不是个坏孩子，真的。你说他如果坏的话，他能让我在这跟您这么住着吗？咱仨住在一块儿，他能吗？我跟您山房，不能，是不是？这北京女孩吧，再加上从小娇生惯养，独生子女，有点任性，说话呢有的时候没分寸，不太懂事儿，但是心里特别善良，没什么心眼儿。他还没心眼儿？对，真没什么心眼儿。他是读过书的人，对，他明白一个道理。对，杀人偿命，气死人不用偿命啊！不是爸，我跟你说，小米吧，小米他有一个特点，他就是心直口快，你知道吧？他想什么说什么，他不受大脑控制，有的时候真的你别太在意。今天早上起来他就头疼，就浑身都难受。在单位上了一天班了，你让人回来干活，人不就回来答应了，人没跟你较劲，对不对？我还跟他说呢，我说要不你雇个钟点工得了，他说不行，他说那样爸该不高兴了，该觉得不尊重你了。人要想编个理由不回来，说什么都能不回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一进来看那玻璃擦的都挺亮的，这不挺好的吗，爸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这意思是我去给他道个歉？不用爸，一会儿我批评他，我严肃批评小米，真的。你别生气，好吧？我特怕你生气。哎呀，我还就以为呀，你这个手术刀上的功夫厉害，你没想到你嘴上的功夫也挺厉害。来，爸给你扇，你说累了？不，没，我不累，我不累。我就。干嘛呢你？哎呀，晚上吃饱了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老婆，你看啊。你呢是搞这个文字工作的，你对这个文字一定有独到的见解，而且对文字肯定特别敏感。现在我就考你一个字儿，哄，你是怎么理解的？我明白你意思。哄骗嘛。不是老婆，你怎么这一张嘴就老是这带火药味儿的？你不是说我学文的吗？
不是我搞文字的吗？那我就给你解释解释，哄就是骗，骗就是哄，哄骗嘛。那行，这个先你说的对，行了吧？但是我要说什么呢？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对老人，哎，对老人得哄，是吧？就得像对待孩子那样，像哄孩子那样得哄。我又没孩子，我怎么哄啊？不是，那我也没孩子，那我怎么会哄呢？是啊，因为你天生就是个骗子。老婆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想成为一个有智慧的、快乐的骗子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说我在你面前，我得成为一个像灰太狼那样的好老公，对吧？就是随时可以拿平板给我拍的那种。在我爸面前，我爸那嘴，我爸太能说了。我跟你说，每天我跟他在一块儿，我这脑子死100多万脑细胞的。我在他面前，我得当个孝顺的儿子；在你妈面前，我还得当一个好女婿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容易吗？你说你妈说的那些话，做的那些事儿，你以为我没有想法吗？我都满意，可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满意的地方多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得忍着，我得扛着呀。我爱你，所以我不想让你为难。算你有良心。不是，就是这么回事啊！而且咱们是做小辈儿的，你说那老人他能有多大点事儿？那咱们就忍一忍，扛一扛，不就过去了吗？因为咱们有教养，咱们有修养，有文化，对不对？你合着你这是拐弯抹角说我没修养、没教养、没礼貌？没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看你又想远了，想偏了你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希望，如果你想像我爱你那样爱我的话呢，那你就不要让我在你跟我爸之间为难。你说你把我爸哄好了，是吧？他痛快了，你说我多轻松啊！我跟你讲，时间长了真的会烦的。可能有一天我慢慢我就不愿意回家了。那到那个时候，咱们俩的婚姻可能就亮红灯了。我不想遇红灯。我也不想亮红灯。我其实不想跟你爸斗嘴，我不想。可我今天特别难受，我不舒服，我头疼了一天，我这胸口像堵了一块石头一样，我特别想找人打一架，我特别想摔盘子摔碗。哦。谁知道回来以后你爸就撞我枪口上了呢？你看你有这枪口，你得让我撞呀，你不能让我爸撞在枪口上，对不对？哦，老婆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不是你心情不好，你跟我说，你拿我出气，哥哥给你提供肉体啊，是吧？我这你来呀！黑不拉几的，我才懒得打你呢。你不觉得很性感吗？还行吧。是不是？你要不你就先拿平底锅拍我，拍完我给你买一筐盘子，你再把盘子摔了。行啊，那你去拿去。不是老婆，那个我爸现在呢，这生气，你让他消化消化，你给他赔个不是，你哄哄他。好吧。我说什么呀？你做错了什么你就说什么呀？我没觉得我做错什么呀，我觉得我当时说的挺有道理的。不是老婆，我看我这说了这么半天话，我这怎么全白说了呢？老婆，不是咱不是说哄吗？不是说好了哄就是什么？哄就是顺着他说呀。我跟你说特容易，老婆，就我爸。他说的要是没道理，你也说他说的有道理；他说的要是有道理，你就说他说的绝对是真理。他说先有蛋，你就说后有鸡；他要是说阴天，你马上就是下雨；他要是说劳动光荣，你就说懒惰可耻；他说外面刮风，你马上要下大雪了。其实是挺容易的，你就哄吧，就是哄小孩一样吧。老公，我怎么觉得我不大了解你了呢？不，
你不了解我了。咱俩刚认识时候是在医院吧？嗯。我记得是琳琳带我去医院看病。我一进医院，我就看见你在跟一个老大夫在争执。嗯。那是第一次我们见面，好像是因为一个病人做不做检查的问题。那老大夫当时气得脸都红了，都紫了。哦。可是你一点都没有退让，我当时就对你有好感了。哦，不是我这跟人吵个架，你就对我有好感了？我当时是不是挺有魅力的？因为我觉得你特别正直。哦。你那是为了病人，是为了治病，而且你特别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。要是其他的医生的话，肯定不想惹这身麻烦，也就哼哼哈就过去了。那不能，当然不能哼哈了，必须要认真，就像我对待咱们俩的这个爱情一样。所以你哄我爸。可你现在就不认真啊？就你老爸和我老妈这件事情上，你就哼哼哈的抹稀泥。谁抹稀泥？什么叫哼哈的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小米，你现在真的就是个孩子。你太不成熟了！你看我比你大3岁，这3岁我跟你讲，这对生活包括对这个人生的理解真的是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生活是立体的，是多元的。你对待不同的人、不同的事，肯定是不同的态度呀。我在医院，我坚持真理，我当然可以那样了，我不用管太多的东西啊，我就坚持真理，对吧？吵就吵了，实在不行我拍拍屁股走了。在家可以吗？家就不是个讲理的地方。你说我不高兴，我能走吗？走了我也得回来，回来我不还得面对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医院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心情也不好，医院一堆烂事儿呢。我这要搁别人，一进屋看到这架势，拍屁股走了，出去喝去了，爱谁谁。这也就是我吧，我跟你说，都烦死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啊！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怎么了？反正你就理解理解我，就哄我吧啊！那我是你老婆，不能看着你不开心呀。对，你哄我爸，我就开心了。啊，哄一哄。哄一哄。吓死我了！我也吓死了吧？哎呦，你站在这儿干啥呀？我就是想来听听您在不在家。你敲敲门进来，你看看我在不在家不就行了吗？你站在这儿干啥呀？我哪好意思呀？我是来跟您道个歉的。昨天我不该跟您顶嘴，晚上尽量就批评我了。真批评你了？很深刻的批评我，批评到很晚很晚。结果我今天就睡过头了。但是我今天跟报社请了1天的假，我决定要帮你好好干活，干1天都没事儿。您说吧，干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马上。小米啊，知错就改，就是好同志。人嘛，难免犯错误，改了就好。你呀，赶紧上班去，别耽误工作啊。家里的活爸干就行了。我还是帮您做点什么吧。爸说不用就不用，快去吧，工作重要啊。那我上班去啦。晚上早点回来啊。哎，爸再见。再见。
好呀，无聊什么呀？咱俩好久都没过二人世界了。谁说的？咱俩现在不就是二人世界吗？这算什么呀？油车河啊！分一个。哎，老公，咱们俩去看场电影吧。看什么电影啊？哪有好看的呀？有，那个《变形金刚3》刚刚上映。你可拉倒吧，那根本买不着票。哎呀，我想看。你真想看啊？哎呀，咱俩真是心有灵犀啊！票都买好了。你不早说呀你！我跟你说，这票呀，你要是随时去买，根本买不着。早点告诉我哦。我想给你个惊喜，高兴了吧？一会儿请你吃好吃的日本料理啊！现在咱们就去看吗？你没觉着我一直往电影院开呢吗？这时间正好卡着点去的。一会儿我再请你吃点好吃的日本料理，怎么样？今天咱来个一条啊！你赶紧接呀！我靠边停。喂，爸，等一下啊。哎，爸，小子，你出发了吗？出什么发呀？接你二妹姐呀！我姐是今天来吗？是今天到啊。18次，3点28。啊！哎，你别忘了，她还带着闹闹呢。哎呀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老婆。嗯。今天我二姐领着孩子到北京，我爸让我开车接他们。什么时候去接啊？现在去正好。你说好不容易两个人，要不老婆，你理解理解我好不好？我二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人这回领着孩子来北京玩，你说我要不去不合适。啊，老婆，你理解理解我好不好？老婆你真好，真懂事。你看这儿子，哎，看这边，你看这小房，哎呀妈呀，这全高层的哈，这点多钱呢？这老有钱人买这房子。你怎么弄得跟头一回来北京似的？我可不真的头一次来北京吗？哎呀，还真漂亮呀！哎，小米，赶快给爸打一个电话汇报一下，你说把二姐和小闹儿都接到了啊？哎爸，啊，接到了，二姐、小闹闹也在车里面呢。啊，放心吧，哎，马上就到，行，好嘞，好，再见。哎，关了。你还有事啊？我看我三大爷给我整红烧肉呢。没事，你打个电话告诉他到了就放心了，行了啊。没事，我看着弟妹比较秀美，不爱说话。熟了就好了。二姐，你把安全带系上。哎，在这儿呢，安全带。对，右边这个。快帮姐把安全带系。一拉，然后系在这儿，有个红按钮这儿。安全啊。哎，其实说实话，你这车不错哈，挺好的啊。闹闹，以后好好学习，念大学多挣钱，咱也买台这车啊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有这能力没？有。爸，大姐，二姐来了。哎，三大爷，又来了，大姐，来，快来！好点，哎呀，你越漂亮了这，你瘦了，你这太闹腾了。哎呀，这孩子越长越虎是吧？快来，叫三老爷，快去。三老爷。哎呀！来吃点水果。谢谢。姐，你这有想法，这小花不错呀，不错吧？太漂亮了，你太滑稽了，怎样？越长越好看。二姐，你们先聊，我先回屋上，一会儿过来陪你们聊啊。你们吃点水果啊，你们先聊。行，忙着吧，姐。咋回来看啥呀？干嘛呀？瞪个眼睛。这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跟我说呀，啥意思这是？怎么了？咋的呀？我欠他钱呢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？这客人都来了，你躲在屋里，这像什么呀？啊，出去！一家人在那儿亲热，我去干嘛呀？不是你也是我们这一家人里的一份子呀，是吧？走，出去说会话去。哎呦，我跟他们不熟，不知道说什么。那聊聊不就熟了吗？我二姐那个人特别好，特别热情。你干啥呀，二妹你？啊，你这一进屋就挑这个挑那个的，人家这是在班上请的假去接你俩的。你上了一天班了，再者说了，你们第一次见面，人又不熟，你挑这里干啥呀？你说你啊？
三太，不是那意思，我觉得心里边拔凉的，你一句话也不跟我说，你瞧不起我农村人。这不是第一次见面吗？哎呀，行了，爸，别替他解释。我告诉你二妹啊，现在这小亮可不是你认识那小亮，知道不？哎呀，咱那时候那小亮哈，一见着小姑娘就脸红，然后呢就绕着走，一句整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现在这个小亮，见着我那弟妹，那叫一个能说。丫头，吃羊角，吃羊角。哎，好。吃吧。行了吧，你也不用堵我嘴啊，真是。我跟你说，这男的就是不能娶一漂亮媳妇儿，还不能娶一小媳妇儿。对，这2样小亮都占了。你说这能好吗？不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？哪这么说自己弟弟的？我怎地实话实说，不行啊！别，你又不是外人。哎，行，三太，我刚来。别，他2你也2，我发现。哎，三太，我还不是你遗传的，真是。你就算不说话，那你在这看会儿电视行不行？对不对？我不想看电视，我就想上网。哎呀，走。哎呀，我累了，让我歇会儿。你累了？走。哎，行，算了。笑一笑，没事啊。二姐。哎，亮子，来坐。刚才吧，这天热有点中暑。没有，我放下包。没事。媳妇儿挺漂亮，挺白。我说过。晒不黑是吧？啊，经常晒。吃水果。啊，你们聊吧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哎，别去，三大爷，来，怎么能让你做饭？我来，这女人的事儿。来，三大爷，二梅，哎，没事，二梅哪能让你来呀？真的是我来，来，爸你歇着，我来。那我也帮去吧。没事，厨房小，站不开那么多人。二梅啊，你想吃点啥呀？啥都行，整啥吃啥。我比他帅多了吧？哎，大姐，来，不行，干嘛呀？可姐，你看人家干嘛？丢不丢人？你说的啊？全家人都在呢，这跟男人搁那腻歪。行了，别那么多事儿。他也不是过来帮把手，你说？他来了也什么都不会干，也跟这碍事儿。行了，是有点不像话。咱们这个猪肉炖豆角焖米饭行吗？行，我最爱吃了。好。三大爷，听说你前2天送老赵回家，会了个人。谁呀？你还让我说。谁呀？李曼玉啊。谁？你听谁说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天底下没有不兜风的墙。那有啥奇怪的？我会了好几个人，我。老同志，回来这事儿怎么没向我汇报一下啊？说什么呀？啊？这有啥说的？啊？赶紧把豆角拿。没说你走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没什么事儿。不说我削你啊！说怎么回事？我爱去。老同志来一杯。哎，大姐，我来。来，我来。小亮来一杯。来，小米来一杯。我就算了，我不会喝白酒。从来没喝过白酒。今天必须的，金六福，喝了就有福啊！来，先倒着。哎，好了。好，来，闹闹。小孩你给他倒什么酒？哎呀，锻炼吧，练。小亮2岁的时候你就拿筷子这样给他喝了，这都6岁了。啊，都有了哈，来2句。
那个其实我觉得，爸，你先说，你先说吧。你说。不，你代表爸说。那行，那个。哦，那个二姐今天刚来，二姐先说2句吧。那行，那个我谢谢大家今天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啊，欢迎我来北京。那个要不然咱先走一个，行吧？咱先那二姐，咱先吃点菜。哎，别，先走一个，咱炖美粒忘了吗？谁不走能吃菜呀？还没打轮呢。来，我打个样，先干了。不，二姐啊，别，你慢点，你。痛快。没吃菜。哎，来，姐随你一个啊，来。哎，姐，大姐，爸吃点菜。好，这得我亲姐。